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10，申命記29章29節安尼講：秘密的事屬佇耶和華咱上帝的，顯明的事是永遠屬佇咱甲咱的子孫，要互咱行這個律法一切的話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甲子孫行律法一切的話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聖，牽著阮學老甲尊重的上帝。你的作為何等的偉大奇妙，你的旨意超過阮通明白的。主啊，你開道路佇曠野，使水泉佇沙漠，你也予人因為信心的幫贊，生命得到改變。互阮成做新創造的人，通領受你無比的恩典甲疼痛。阮要感謝你無煞，主啊，我要遵趁你的命令甲教示，也要照你的話來行，因為秘密的事屬佇你，阮的上帝，顯明的事是永遠屬佇阮甲阮的子孫，要互阮行這個律法一切的話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